喂，首付3萬蚊，以租代供，月供僅需要千零蚊就可以攞低咁樣個屋苑喎。嗱，入到嚟鳥語花香，好似仙境咁。你朋友過嚟你度坐下都有晒 face 啦，係咪先？嗱，呢邊嘅交通配套都非常之方便嘅，5分鐘覆蓋到太陽城 Coco City 同埋富逸廣場。呢邊嘅交通咧都好方便，5分鐘可以上到深中通道，落樓就會有返香港嘅一站直通巴士啊，去到深圳灣福田口岸啊都非常之方便。咁呢邊嘅戶型究竟係點樣嘅？我哋上去睇睇先。87方可以做到3房2廳2衛，並且有一個6米嘅長陽台，望住呢個小區嘅園林景觀，個景都 OK 嘅嚇。咁呢邊嘅話咧，總共有3隻戶型，一個係87方嘅純南向長陽台嘅3房2衛啦，一個係88方嘅南北對流嘅3房，同埋108方南北對流嘅4房嚇。咁我哋而家先睇下呢個戶型先。咁入戶咧，同樣嘅例牌嘅呢一個指紋鎖係嘛，然之後呢邊做咗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放一張餐台。呢個客廳只可以講勉強夠用咯，但係佢方數細啊嘛，係咪先 ？OK， 咁呢邊嘅話咧就一個公主房啦，做咗個榻榻米，空間感完全都係夠嘅。咁再睇翻咧，呢邊係2衛嘅設計，一個乾濕分離嘅衛生間。咁呢間主陽房咧，佢由於開發商咧佢做咗一個創意板間，咁呢度本身係一間細房嚟嘅，佢就打通咗，同呢個主陽房擴大咗，做咗一個衣帽間嘅。咁主人房呢邊，咁你講真，你放一個1.8米嘅床，再做個櫃咧，就會顯得壓榨啲，但係都唔緊要。最緊要係咩啊？3萬蚊首付可以攞低，係咪先？嗱，3萬蚊首付，以租代供，千零蚊嘅月供就可以攞到咁樣嘅3房，難道你唔心動咩 ？OK 啦，嗱，想要呢個樓盤詳細資料嘅喺評論區度留言3個6，我發詳細資料包俾你。